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，今日大年初三，首先同各位街坊老友講聲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。今日專門同大家傾下，到底年初三點解會叫做赤口？呢個傳咗幾代人嘅連續，背後到底有咩古仔同講究？如果大家聽完覺得發仔講得清楚有意思，麻煩大家一定要幫手點讚訂閱，再分享俾身邊更多親朋老友，等更多人知道呢個傳統故事。其實年初三又叫做赤狗日，呢個講法係我哋老祖宗傳咗幾百年落嚟㗎。民間傳說入邊，赤狗係一位惡怒之神，專門掌管人間嘅口舌是非、官非爭執，性情比較暴躁。而每年正月初三就係佢下凡巡視嘅日子。老一輩嘅人都話呢一日如果隨便外出串門拜年，好容易就會衝撞到佢，整年都會惹上無謂嘅是非，同人爭執鬧交，行運都唔順遂。而赤口呢兩個字就更加好理解啦，字面意思就係紅色嘅口，引申落嚟就係口角爭執是非嘅意思。以前啲老人家成日話年初三呢一日，人忙咗幾日，特別容易心浮氣躁，講嘢唔小心就會得罪人，同親朋好友鬧矛盾，所以先會將年初三定名為赤口日。仲有句廣為流傳嘅俗語，叫初三赤口不拜年，就係話俾大家知呢一日唔好周圍去串門拜年，免得破壞新年嘅好氣氛，仲影響整年嘅人緣同運程。咁當然啦，我哋聰明嘅老祖宗早就諗好咗化解嘅辦法，其中最經典，香港街坊最熟悉嘅就係貼赤口啦。以前嘅香港人年初三朝早起身就會準備一張大概7-8寸長、1寸寬嘅紅紙條，上面寫上出入平安、大吉大利、全年冇口舌呢啲好意頭嘅說話，一張貼喺正門嘅門頂，另一張貼喺後門，仲有啲街坊會寫多一張，連同初一、初二積落嚟嘅垃圾一齊掉出去，意思就係送走是非、送走窮氣，用紅色嘅喜氣鎮住所有唔好嘅煞氣，保佑屋企人全年都和和氣氣，遠離小人是非，順順利利。除咗貼赤口，我哋香港仲有好多屬於自己嘅赤口嘅習俗，好多老友記會趁住呢一日去車公廟拜一拜，轉下風車，求個平安符，化解口舌之災，祈求新一年風調雨順，行大運。亦都有好多人會約埋屋企人去郊外遠足，行下山，呼吸下新鮮空氣，避開市區嘅紛擾。仲有唔少中意賽馬嘅老友記會趁住初三嘅賽馬日去馬場碰碰運氣，都係新年嘅一大樂事。其實講到尾，呢啲流傳咗幾代人嘅習俗，唔係什乜嘢迷信，背後藏住嘅係老祖宗嘅生活智慧。你諗下，年30晚團年守歲，年初一拜早年，年初二回娘家，連續幾日忙前忙後，身體同精神都好嬲。年初三呢一日叫大家唔好周圍去，留喺屋企同屋企人飲下茶傾下偈，好好休息下，養足精神，其實係一件好貼心嘅事。而所謂嘅避赤口，其實都係提醒我哋新年流流，凡事都要和氣生財，講說話要留3分，唔好衝動同人爭執，只要心平氣和，待人友善，自然就唔會有口舌是非，整年都順風順水啦。好啦，今日關於年初三赤口嘅古仔同講究，發仔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嘅內容有用，聽完之後終於明白晒年初三赤口嘅來歷，麻煩大家一定要幫發仔點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再分享俾身邊更多嘅老友記，等大家都知道呢個傳統連續嘅故事同講究。最後再祝各位老友記丙午馬年行大運，全年冇口舌，日日都開心，身體健康，財源廣進，大吉大利。